恭喜發財！各位小朋友，歡迎大家嚟到我嘅廣東話屋企。我係 Uncle Calvin， 你叫咩名啊？大家好，馬年剛剛開始 ，Uncle Calvin 先喺呢度恭祝各位小朋友快高長大，笑口常開。今日 Uncle Calvin 同埋一大班小朋友預備向全世界送上12份特別嘅祝福。首先，我哋有笑盈，祝 Uncle Calvin 同大家新年快樂，萬事如意，大吉大利，馬到功成，馬兒行大運。恭喜恭喜！笑盈今年又大個咗喎，着起呢一條紅色嘅裙，亦都非常之精神。Uncle Calvin 都喺呢一度恭祝你身體健康，快高長大。跟住落嚟有一個每次都令我好開心嘅小朋友，佢係柏奇。恭喜發財，祝大家新年快樂，開開心心，恭喜恭喜！多謝晒柏奇，見到你咁開心 ，Uncle Calvin 都覺得好開心。相信每一個睇到嘅朋友都同樣感覺到呢一份嘅快樂。Uncle Calvin 都喺呢一度祝柏奇快高長大，笑口常開，每一日都保持住咁開心。一年一度嘅賀年卡片活動，讓全世界嘅小朋友透過影片可以向大家拜年，亦都希望將小朋友所擁有最純真、最真摯嘅祝福送俾大家。Uncle Calvin 非常多謝各位小朋友一路以嚟嘅喜愛，希望你哋喺未來嘅日子都繼續支持 Uncle Calvin 嘅 YouTube Channel。喺呢度亦都把握機會同各位大朋友拜年，恭祝各位馬到功成，萬事如意。好啦，今日嘅影片先嚟到呢一度，多謝各位小朋友同埋大朋友，我哋下次再見。